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屏东是抓到总统甲立委选举的签赌案。这个输赢的跋缴的资金是高达4亿5千万。这组仔头涉嫌重大，方申请收押核准。立委的选战是真激烈，屏南区由立委苏建清的后生苏明顺对着民进党提名的徐富贵，选战就伫要到我，民间也出现搅拌预测。检警查到屏东今年头一件总统和立委选举搅拌签缴，伫中治乡有以总统开票的结果开选举搅拌案件。7月到11月期间陆续找缴卡，内容是特定总统候选人牛票几十万的搅拌，每一度1万块。每注下注之金额为新台币1万元，下注之内容为特定总统候选人让票数十万票等。选举搅拌缴金规模来到4亿5350万，跋缴的范围包括着桃园、新竹、苗栗地区选举的结果，缴卡甚至拖到嘉义县的区域，民间搅拌甚至将民调当作是重要的参考。民调也还在，大家都还在倒数啊，应该在1个礼拜以后才会比较更明朗。警方抓到抓头，也有真济缴卡、走扣现金以及相关的小铺甲证物。检方问话了后，认为嫌疑的抓头涉嫌重大，升压得到稳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